来看咱国内一间做印刷电路板 PCB 的建国公司宣布讲今仔股票暂停交易，嘛传出讲伊可能要大量裁员，下晡4点会开记者会来说明。建国公司嘛表示讲，因公司按算10月30日开始要停止接订单，工厂会伫12月25全面停产。伫新北树南的公司，汇文快递人员照常出入。台湾电子大厂 PCB 厂建国初七表示。因为有重大信息要公布，经过证交所的同意，才被股票暂停交易。这嘛是今年第2届停牌。子公司在泰国整个股权100%卖掉。依照建国顶半年销售的比例，主要以记忆体模组板、电脑零件、甲网络通讯类的产品为主。今年8月宣布要卖泰国厂100%的股权，即嘛台湾厂嘛传出可能会收起来消息，产能可能会转向中国。报纸上次有讲啊，但是问题是。他还没有确定的时间呐，我们是没办法知道了。员工都是很正常在上下班啊。新北市劳工局伫9月份就有收到相关的信息，目前工厂内底的员工，包括103个外籍移工，拢总有411个人，按算会留差不多80个人来处理后续订单，还有中国工厂相关的业务。实际上，租赁的人数是330个人。那目前大概应该是在10月下旬。才会达到这个60天前期限。好，那我们目前也都有一个窗口在跟这个公司这边保持联络。好，那后续也会辅导公司必须要以合于法令的方式来通报大量解雇之前通报。新北市劳工局也未收到建国大量甲劳工师头路的计划书，不过预计可能伫咧年底关厂的可能性来看，目前也未达到60天进前的期限。因若建国目前是拒绝受访，敢若讲会伫今仔日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